不对的，当然也会纠正我。哦，对对，他们是谁？像例如啊，他的建议你还敢听啊？他自己都常常唱错 key 啊。准备演出的加油！哦，什么欣赏？哦，很准备演出对啊嘞。对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啦。哦，叫他毕业你个错了。做定嚟都坐去攞嚟，拜託。三个龙啊，冲啊，心莫快乐，莫穿过的心爽，熬夜打擂台，熬夜降下來。哇！最尾個禮拜咧，啊，緊張出去天衰嘞。对对对，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啊，反正就豁出去了也没关系。豁出去了就是要这种精神。对呀对呀，好，准备好了吗？OK 了，準備好了哈。好，來介紹評審幾張來。好嚟，100先生，72先生，72先生，總比先生。積分賽比賽規則，逐禮拜有無共樣嘅主題，參賽者自家選稿嘅，經過6禮拜嘅比賽，累積分數最高嘅前3名就做得進入到年冠軍嘅比賽。這可以是比賽啦。係啊，開始比賽咯。比賽還有主題咩？有哦。哦，主題，那今天主題是什麼？你知道嗎？根本嘅主題係天堂老地獄嘅口音。哦，嘛很多天堂，嘛很多地獄。就是唱得好就是天堂，唱不好就下地獄吧你。沒有啦，是快慢歌，對歌數。對自家有信心嘅一條歌誒，還有一首係，那會一首係對自家嚟講係非常有挑戰性嘅一條歌誒。天堂就是自己很擅長的，對。哦，啊，地獄就是可能。地獄就打怪的那一種啊。哦，平常自己很少表現到的，但是你要挑戰自己，就沒錯。哦，有一天哪吒碰到那個孫悟空，對啊，就問他說，哪吒碰到孫悟空，對，降妖你敢不敢？嘿，怎麼不敢？孫悟空就說：我想要問問你敢不敢？像你這樣的說愛我。像是笑話啊，邏輯清楚一點。好了。講完了嗎？來，準備好了啊！好了哈 ，TVB 參賽朋友來。喺你唱幫必下，帶來何騰嘅歌曲。乜嘅歌呢？唐主題來。
亲不亲故乡亲，山亲水亲故乡亲，阴亲土亲行水亲。有目个好生意，有目个好弟弟。爱讲你冲山歌，对半夜到天光。爱讲你打菜场，冲过一山又一山。爱讲你打锣鼓，咚咚咚咚咚咚锵。爱讲你吉他弦。一哦一一三，大家脚下手冲出来，冲过一条爱高山。不分海水也落泪，冲到山高慢慢扬。沿手来冲山歌。你从跳来爱聪明，沿手来打菜场，你打锣鼓来去哎呀，毕小姐哈，毕小姐姐嘿嘿嘿嘿对，毕小姐本身没客家之体啦哈嘿，啊，但是呢，比都已经做了经验六强，嘿，啊，也算无简单的事情哦哈。真嘅冇簡單哎呀咧，係啊，冇簡單嘅唔可以講客家，學客家。哎，應該有很多感觸哈。感触就是来参加这个比赛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这么多同好好爱好唱战友歌的，大家感情都很好嘛。对，在以前的比赛啊，那時候嘿大家對很有競爭意那識個。哦，大家都劍拔弩張哦，對，私底下也都不講話。然後嘿哦他唱的怎麼樣？他真的，然後都好像都會有一點距離感。係吼，這個現在哦，然後不然我們製作單位大家好也把我們這個製造一個溫馨的氣氛，不太去改大家都好啊。像融入一個大家庭裡面。真的对啊，要大家像我们感覺在练唱的时候，私底下练唱的时候，如果说有听到我发音不对的，他们也会纠正我。真的啊对对对，不會說他發音不對，不要不会不会不会，他们都会纠正我。真的真的很好哎。那真的很棒。是谁？他們是誰？像例如啊，对呀，他也会说，哎，碧祥，我觉得你的 key 太低了，要不要升一个 key 啦？啊，你看他一个发音他不的建議你对。還敢聽啊？他自己都常常唱錯 key 了。不是好朋友啦，就对啦觉得很温暖，对心里很温暖，很温馨。嗯，好緊張啊！很緊張。不会啦，不緊不知道張，說什麼好。反正就是第5名、第6名了，不緊張。哦，你已經算出來了，是不是对对，哦，哎，搞不好今天唱，搞不好今天很棒啊分數就加上去就不一對啊樣哦，對不對？大家都大家都很強差一點點而已。好哦，好哦，來哦，來哦，我來唱們葉嘉修老師準老師備很久了。哎，对，我準備很久了。碧霞，你不要這樣覺得，一定就是第5名、第6名，因為講實在，比賽是個很難做的事情，對不對？沒錯。而且球是圓的，對不對？今天的表現特別的好啊！我終於體會到他剛剛講什麼天堂跟地獄的差別。差別哈。對啊，我覺得他把2個完全不同的歌曲，用2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來表達吧。哦，親不親故鄉人這個親不親故鄉人這個歌的唱法，跟後來這個愛港的衝山歌完全不一樣，感覺上就整個人都變了。就是唱歌其實重點就是這個樣子嘛。哦，恭喜你走到這一步，不簡單。謝謝。對，恭喜比賽。謝謝。謝謝。謝謝欣賞這個分數豐不豐富？對對對，等一下就知道哈。我們大家留着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好，咱沙下落去慢嘢咧。沙落去陳玉賢。哦喲，叫帶你擘個後堂的歌咧。那吃到魚其實也緊張了，真的是大挑戰。天堂地獄，擘個東西。躺一下咯。躺過來。
上街叫广告结发，我记做本你准做小吧，走吧你走吧，从故事来老爱走吧，心想半夜3点，始终嘅吉他回来心痒，无奈又到一夜，我做好把开阔草木有天光，相爱用快过去，把信仰洒在爱天黑。故事来编一架，日夜夜都来爱梦多。做乜介意廣告嘅花？以前我嘅生夜也無住嘅夜，頭擺公啦，愛走就高，愛唱順了你高。小金啊，哎呦，我发现你唱快歌不错嘞。嘿啊，不错，很棒。真的吗？我觉得很不错。虽然没有他的那种大炮型，但是又有你的那种有你的味道。正点，对，很棒的尝试。想要挑战起歌，就是多尝试不同的风格。哎呀，作为一种挑战，你就下了地狱了啊！你不要吓到好吗？这样以后谁敢唱我的歌？大家一起去当邻居。哦，听阿阿姨嘛。别，我还早对。比啊，你T拜就比嘛，对嘛哈？T拜，你有冇个感想？每次都站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懂冇简单，真的冇简单。嘅我每次都来，每次甲下嘅动态决心就系离职这件事情。离职，你看，本来他是客台长官，我们看到他都要毕恭毕敬。对啊，现在都是要跟你事先回避。何必这样呢？真是这么冲动。对呀，对不对？没有啦，要喝上瘾才敢这么冲动，这是追梦。对啊，那你会后悔吗？唔会啊，后悔大概过几年吧。对啊。唔会啊，上次吉他说 help me 唔猜嘞，唔猜嘞。对啊。我觉得他很有那个这个什么搞笑天分，给观众缘。对啊，而且他就想要走谐星路线。你可以走谐星路线。谐星路线。真的，你对啊，要不然。当谐星也不用减肥耶，好开心哦。对呀，就可以。你也可以当很辣的谐星啊。对啊，就可以。谁跟你说谐星没有减肥？偶像也可以不减肥啊，是不是？要不然你就要回去上班了，对不对？好了，那今天的这个挑战都在欣赏英明用版哈，唱欣赏了共鸣哈。我知道当站在位迄个，第二个舞台上出按多会唱歌的人，不管他会唱歌会作品，我知道第二个舞台给你们在生命中的养分是很重要的。今天我非常喜欢你的演出。我记得上个礼拜哈，我跟慧文老师还在点说，这个怎么办？不会换气，然后发声位置也不对。透了两首歌曲，我当讲你嘛，2位金曲歌后的歌，但是哦，你唱出你的味道，你成功了，你很棒。我给你的分数不低，因为我觉得他要哭了，这是你总成绩的表现。我觉得很棒的是，你在这里缴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单，而且你创了一个记录，这个记录是什么？你是第一个在这边过关的客台长官。哎呦！
好不好？进入6强的，对，进入6强的长官，好不好？加油！那个谁，玉坤，哦，他没有到18，不好说哈。我恭喜你第2张舞台重新破茧而出，玉璇，恭喜你。对呀，你看磨了3个月，对啊，最后一集才被肯定，你看。没有，他前面都有被肯定啊。他其实很花心思在他的就是每一场演出里面。嗯，那我们分数先不公布了哈，先不公布哈。好，擦干眼泪，你真的很棒，你今天真的很棒，真的，这个。我可以回去了吗？可以。你要继续站也可以啊。对啊，来，要不然给你报下一个好不好？对啊。哎，怎么就回去了？哎。他都不搭理主持人的，就自顾自的。哎，好了，沙磊汉一 V， 艾薇对这个他今天应该豁出去了，反正我觉得他今天选的歌也是豁出去了。哎呀，都希望他这种豁出去的表现能够让我们很惊艳。冇错，对啊，好不好？加油！嘿，沙磊馮心怡，帶來精彩嘅表演。後堂嘅歌曲咧。随着你的样，冬天同颜色，一拍一浪，用四季寒雨，用压的做法，气氛拉更高，像走一片天蓝，女生替代给烦恼死情，兄弟都比来近，一梦。两片天，两条路，一花瓣，一样。黑暗夜里想，太梦中看到，我一直太抱负，心中属于我的地方。来唔知未来係某個世界，因為唔會大家是偏見愛，夢嘅世界係唔係原來，唔想溫暖嘅聲音鼓勵愛勇敢，心中有一個信仰，腳步停停來嘅小孩，遠嘅地方讓你點頭，用白髮嘅一個寒雨發作用。走马的总可以给用的思100，100，我已过了100。像黑色愛，跳到銀色空，總會高興100。來來去去也習慣。總可看開，是這麼難。遇到無法，愛夠不存在同一般。與夢你會了解，是馬甲，你總不會不愛你，我不會認真地留給你。那永恆要如此卑微的感情，而用百年了解你的明白。我過拜，這種的幾個鬆快，世界給你創造的幸福你。黑洞遺憾的愛走被背開，讓愛的公寓散，拜拜。
呦，真的，哎，这个，会冷吗？不会不会冷就不要穿了。对，哎，长官拿回去。哎，金碧春对你来讲还没个挑战呢哈，你敢尝试他的歌哦？对，然后最后一集就豁出去了，不管他。对啊，也有他的味道。You are 很 sexy。哎，你是主唱者，你觉得嘞？我觉得很不错，很 sexy 啊。里面两条狗尾，这首歌其实它是有点蓝调的，所以它是有那种气氛、那种氛围。我觉得有它自己的味道。不错。今天哈，来4位老师，你觉得他表现的怎么样？从第1位、第2位，现在到了第3位星宇这里，我看到了一个我最棒的，应该说每一位都做得非常好。Yuki、金碧、星宇，虽然说你上礼拜没有让我们觉得很惊艳，可是今天我告诉你，你今天真的表现得非常好。第一天，你从甜筒的部分，你把你最擅长的东西拿出来了，这是我听到。就我刚才一直在摸我的后背，是又开始凉了，脊背凉，又开始凉了哈。这是第一个。听音乐你进到了地狱，不是你因为丢衣服那个举动，我觉得一种 sexy 是要 sexy 的刚刚好。你今天的刚好做得非常棒，那种是你可以关但是不可以卸腕的那一种强势女性，必须要表现出对一种。我希望的性感是我要自己的自我，所以这种表现法，结果把你的声音凸显度拉起来了，这是让我觉得你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突破，也验证亚天事情。哎，客家电视台，它真的很棒。真的。对，我们6位都很棒，所以如果有机会有机会的话，有懂得机会，请创造给他们，谢谢。一定有的。对啊，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杰出。客家电视台长官都一直在注意我们节目。哪一台？真的都有，你可以再看你要看哪一台。我也可以拍广告。我觉得感觉可以拍一个情境剧，情境剧就是那个心路历程那种的，好像不错。真的哈，好了，谢谢，加油，谢谢。下来，车架期待了，好，大家过去。来，怎么了？怎么练的？你可不可以教大家一下？还是真的拜有用？你是有什么附身还是什么？对呀。哎呀，火冲比赛节目，没搞笑节目。我没搞笑，我看人家是当 rocker 好不好？哎，你那个唱歌的语气，你 come on。想着你不给秋千，动作不得马萨勒，因为不记得，安努马塞，假摆讲爱就太思念，只是你的不发电，讲到 baby say say， 不唔去真。chúng ta còn gặp với chúng ta chỉ ưu ly chỉ lệ ô xa mình với đang công tham về ta lý chỉ với hoàn ý trình sinh su đông đi hay đây chỉ với
双手的骨头，蓝蓝一头发，关心自己，查给他，听天条。怎么天堂跟地狱分不出来啊？都是地狱，都是地狱啊！没有天堂啊！啊，好难唱哦，好难唱。两首歌，那听原唱好像都就是很轻松，对，就没想到自己唱这么难唱。没有，一定不轻松的。对呀，对，原唱也不会唱得很轻松。都很用心在唱的啦，哈，对啊，没错。而且讲真的。节目了比，其实真的他自我感觉良好，他自己以为哇唱得很棒了。没有开监听是不是？不知道监听那么大，喇叭那么大，但是你到底是怎么练的？你可不可以教大家一下？没有，还是真的拜拜有用吗？多少？你拜哪一家庙啊？你要跟大家讲一下。这好稳哦。土地公哦，你们家那边的土地公。土地公哦，他连唱歌眼神都不一样。眼神都不一样，态度完全根本有在舞台上的感觉。你是有什么附身还是什么？每次要上来比赛就要起价一下，对啊，因为有这转变那个这么大，可能应该很认真的练习。歌曲的感觉吧，歌曲的氛围，对，给。对，没法青都会时间练习吧？对啊，你刚刚唱这首歌，你虽然个子很小，但是那感觉，你很大。嘿，对啊，很奇怪，有那个气味。就是就自己都没唱得很好，又很不稳。现在英国还讲，他有进入那个歌曲的感觉，他有进入那个他自己的世界里。对对对。而且今天感觉真的很模特的感觉。对对对，时尚。对，那种童装有没有？童装模特。没有。唱比喻欣赏。佩露老师。Gaki， 非常的让我们感动。对，真的很感动。其实给不你，我在看你唱歌的时候，然后你连中间，然后你整个人在那个氛围里面，然后你整个的那个态度的那个表现，我实在觉得太感动了。为什么？因为当给不你，我听你在唱歌的时候，那兄弟，从你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刚开始来的时候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两只手不晓得要怎么办的那个画面，在我里面，在间奏的时候你也这样很紧张的在那里，那个画面在我的里面过去，然后再看到眼前的你，这是佳琪吗？这么的不一样，对，而且今天我听到了你另外一个声音，在第二首歌的后面 ，Hellboy 那个你整个呢唱出来的那个结实的声音，
那个声音不只有气声，你已经跳过了，你把你的声音都送出来，而且是有力气的。有那个王菲的呢？对，对你有那个耶这种结实的声音在里面，我觉得让我惊艳。嘉琪，你今天太棒了！你看你整个的那个眼神，整个在音乐的律动中，你从来没有，你就完全在那个里面。我觉得你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老师，你一定要继续加油，你一定要一直不断的在这条路上一直往前走，非常棒。好，谢谢，恭喜你进入年度比赛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加油，不用再吃土了。只有玉轩会去吃土。不过玉轩有美好的未来。对，沙雷来精彩，带来后堂嘅歌曲。来，弹啦啊！爱情无人像两分离，多情水强爱到无情，长春的花期，等待石花的叛离，又梦又想又怕负情意，爱台又思念，思念苦醉。偏偏一生甘愿数偏见，梦天又梦天，有半沙又流连，万一千年挂掉才心烟。梦情梦爱梦心田，两团感情变天，你的心房刚有你在身边。原来爱情的季节，绵绵情意插胸前，爱人之间不由梦着泪涟涟。梦情梦爱梦心田，两团感情变天，难尽难诉的痴情梦难言。只怕要平走秋边，三妹会是奈何天？又将春天，只怪有人分线。相互利运用的成功打破。来泰国，好。你看这个追梦啊，不分年龄呐，嘿，没错，真的。来泰国是今后的真名啊，嘿，你也算圆梦，圆梦、逐梦，因为无可能做过成的嘛，吼，哎，你来创下表示，跟某一天哦，当然讲，哎。伊个像日本伊特别有咧咩，80人岁啊，伊都是60人岁咩？佢这个冲演价跟颜色全部清开啊！这个冲都改下了，你哈以前爱严冲咧，得唔到改下咧。唔会啦，你们爱这个，我爱眼神看动开，看动开，哦，快到过年嚟都错啊！唔嘛，现在唔用讲，那眼神是望远天呢。系啊，你看唔从一开始后生的时节，没好冲过的嘛。係啦，那改嘅時節是每一年呢，
也有只心梦，嘿安尼去追求，追求唔到转移。好做条路，做条路，哎呀！但是也有咧客家电视台做本圆梦，继续追梦。我就讲诶，当感谢安尼咧个制作单位吼，本安尼咧客家肢体有咧机会上来表演吼，唱歌的特色，也个愿望吼，也非常感谢。安尼全部嘅工作人员按辛苦还有安尼个评审老师也当辛苦。最重要呢，得奖感言是不是？最重要的安尼个2、3个灵魂人物，哎，谢谢2个都是天王级的灵魂人物。我是天后。天王是没有分男女的。哦，这样有吗？对，厉害厉害。谢谢，充沛了唐先生的贡品。好，嘉秀老师。哎，精彩恭喜你哦！谢谢。很多厉害来，你看对你来讲有圆梦了啦，哈，厉害。实在讲啦，给进步，搭上来比较哈，俺这样讲讲法较公平对了哈。你的进步空间比较小，因为吼，俺是经常讲，你做的再跳一个阶层嘛。除了讲上个新的创个，对讲的嘛，吼，创造新的东西，就因为路过吼，你就得会去改个习惯，像今日创了文爱。他这个3连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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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第一拍跟第二拍之间，他的第二拍呢，对你来讲，你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第一拍重，第二拍轻的时候，那个第二拍就稍微会短一点点，就往前再冲，所以冲闷紧闷紧点呀，刚刚那个整个节奏就乱掉，就一直往前跑了。是啊，从头你看色色素材，其实我觉得你鬼些表现吼。挺平均，挺好。不过做你都要小东西啦。这些蔬菜呢，多少做评审无人会减分，对自家个就唔错咧，系哦。不过呢，我是希望讲，伊想讲，坦白去试掉无共样的东西。好，谢谢老师，谢谢。你看哈，今天你讲到歌嘛，好，现在米浪潮，谢谢，谢谢。好了，回做这题。好了，压轴嘞，小甜甜又来了，用你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多带乜嘅歌嚟？好嘞，全部睇下客嘅下嚟。创世情歌来本意头。
深满彩无风啊。讲目个好酒爱慢慢醉哦，搁深满杯酒紧加药。 你二岁字啊？哪一下咧国冲比赛节目啊？唔係搞笑節目啊！我沒搞笑啊，我很認真在電台當 rocker 好不好？對，Come on！ 你沒有搞，剛剛就感覺你在搞笑啊！哎，你那個唱歌的語氣就是 Come on！ 差不多啦。嗯。穿着這種中式的禮服，衝有就買歌。 哎，我還不搞笑嗎？就買狗會那個傳統歌改的呢。改啊！嘿，有歌買酒啊，有酒買狗。我混的，要酒買狗。我混的，我不要這樣子啦，我更多還想先一條歌咯。挑戰去搞。要主動是他們拿。嗯，對呀，你是說天堂地獄，我就是豁出去，反正我從來也不曾唱過這種歌。你就是要像星宇一樣啊，把那衣服這樣啪。 我不能啦，我啪不能看，真的少一點，我要這樣子啊，真的啊。你剛要不然就把它拉起來啊。不行，不能播出。對啊，把它綁起來。能不能播出是制作單位的事，你管他那麼多。這都是傷口，哦，不能拉出來。哦，好啦，充退的啦，好嗎？充退的，康先生公平一下哈，這位先生。 你好，老師們剛剛才厲害，他耳機還拿着，還聽得進去。我已經把它關到最小聲。沒有，快滿聲了。你看偷偷把線沒有啦，沒有，這都綁好了，不能會觸電。好，你啱講，迄講吼，正經講起來，譬如講過1人嘅、2人嘅、3人嘅，我講你一幾個參賽選手你強調度，我對馬賽印象最深，你一定係其中一個。哦，嘿，我感謝你對這個比賽尊重。對，你從來都不會讓我們失望。為什麼？因為他在服裝上面、造型上面，他準備了16套。16套。對，穿好穿滿了。我記得有一擺，我氣到我還跟他講說，哎，你後面剩下的我先寄放在我這裡，我再還你。我這次真的還你了。雖然講他。 聽藝術歌曲，真人深度起也好啊，落魄也好，對我來講，我看了一場拼盤的演唱會，你是壓軸，我壓軸的意思就是不管表現得好不好，你都是最棒的。有的壓軸是大家剛好要散場，不要這樣，唱得要命，然後對啊。 我想要感性一點吶，好不好？那對，後面對，又破壞氣氛了，拍攝。那是上廁所的事情。冇人啱講，我記得你唱歌樣嘅，我記得你開心嘅心嘅，好，繼續開心成發，還有唱歌嘅，恭喜你！謝謝，謝謝哈，我辛苦你了。謝謝，每次都準備十足。對啊，對，回做休息。好啦，6位已經比賽了哈，按小可以休息一下，統計一下，馬上就地結果，好不好？來。你們在記憶非常親切的事情嗎？有一擺就是唱了生日快樂歌，有原住民版本。原住民的版本哦。緊張嗎？會緊張嗎？
只要永远讲追着了，是滚水，嘴巴都干了。现在整个名次分数都在我这边哈，对，俺们马上来抢吉娜。好，公布一下，24季流行歌曲组的前6名，嘿，总分544分，王碧霞。好，之前的分数455分，亚礼拜89分，所以加起来544分。恭喜王碧霞！恭喜沙乐嘿第5名，总分545分，陈玉贤。之前的分数453分，亚礼拜92分，加起来545分，两个名次第2，恭喜！沙乐嘿第4名，总分546分，永利恭喜！之前的分数458分，亚拜的分数88分，加起来546分，恭喜！第4名都第6名，嘿，恭喜3位哈，恭喜3位，对啊，好，谢谢你们的坚持，对，哎呀，谢谢你们3位先枪死去到旁边，也要准备了3位，嘿。免图所以就说得见面嘞。比较讶异的，我本来以为新宇应该是没有在3名以内。对呀，没想到他的今天一拖，那个一拖加了很多分哦，快破表了。对啊，今天分数非常的高啊。冇错，来，继续公布下以后，沙雷嘿第3名，总分551分，赖金纯。之前的分数459分，亚礼拜92分，总分改了551分，恭喜赖金纯先生。恭喜赖太公，沙雷先公布第1名咯。第1名嘿，都大马啥嘞？嘿，总分563分，抢牙起，恭喜！之前的分数467分，亚礼拜得到96分，所以总分改了563分，恭喜！加起哈，第1名嘞，新宇，之前的分数458分，亚礼拜就得到98分，所以总分改了556分，恭喜3位！恭喜！得到你24季前3名，恭喜了！按照来抢那个欣赏，老师先来颁发欣赏，先来3名，第3名，本来金锤来太公，恭喜第3名。是某师弟欣赏。现在疫情当中不要握手。好，沙磊抢3位欣赏，颁给你的心意。推荐人颁给参赛者。没错，你的师傅引领你进门的。重点哦。恭喜沙磊就抢了你跟嘉修老师，颁给你的第1名，抢牙起恭喜。哇，恭喜嘉琪！恭喜嘉琪！小心，老师。还有5万块奖金哦！最终又给磊喽，我们的慧茹老师要献上我们的大支票，哇哦，5万块恭喜！对啊，我们其他参赛者第1名、第3名没有奖金，但是我完成了哈。这个大家也是经历了3个月的时间啊，最主要也不是宽钱的问题。钱当然是一个部分啦，但是最重要是这之间精进的自己，还有交到了好朋友。交到好朋友，也感谢你们的坚持啊！真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哈。虽然没得到前3名来讲，但是唔怕，哎呀，进步啦！我们这个节目永远为大家开啊！希望你们下一次有机会再来比，好不好？谢谢3位哈。好，那3位应该会有一些感想、心里的想法。想法来讲一下，来先唱来泰国。感谢你个制作单位本你俩客家肢体有了机会的来了舞台，按好的舞台的表演，希望全街所有客家人，無論嘅若是唔係客家人咩唔下，對客家歌曲有興趣嘅人幫大家報名來參加。鬧熱大擂台，鬧熱衝下來，謝謝麼？心意有位感言了哈。是我得过最好的名次哎，真的，比赛到现在啊。对啊，我都没有得名过。真的还假的？真的。哎，奇怪，很开心，很有实力啊，表示你进步了。你去参加那些评审老师是耳朵都有问题吗？其他人就大家都很厉害嘛，对。很开心，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比赛的时候，我走进那个休息室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分不出哪个是参赛者，哪个是亲友。
怎么说？因为大家没有别名牌啊，然后我就发现，怎么年龄层就是分布很广。对。然后后来我是坐进来才发现，原来我的跟我一起比赛的是这些人。也是年龄分布很广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很酷的一个比赛，就是歌路不一样，可是从大哥大姐身上就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歌跟精神这样，然后就觉得每次来就很享受。对啊，但没关系，虽然。就是比赛的过程中，就是有好有坏，但至少我觉得我有做到我喜欢的表演，这样就够了。所以恭喜你，谢谢，恭喜！好，佳琪，冠军不简单啊！哎呀，别吃土了。对，还没有恭喜，恭喜啊！那不让你一般扣啊，记得。给他1万块。我要很感谢评审老师。每一次因为录完影都很晚了，我就还是很想要去问歌曲的细节，想要更进步。然后我就很怕老师心里会想说又来又是你，可是没有，老师都讲得很细心很用心。那只有哲伟哥啦，其他老师都不会。我细心的部分嘛，谢谢。当然是。对，眼神都透露着爱心这样子。对，真的很感动评审老师。谢谢老师们。对，还要谢谢我的广大的粉丝们。你广大粉丝在哪？在棚里吗？就是我的家人。吓我一跳。他们都给我很大的支持与鼓励。然后我妈妈他们都对我的服装啊、表情啊都很有想法。对，然后就说要出资让我买衣服。哇！像我身上这件就是。我妈妈叫我爸爸买的。我爸爸是好男人。对，你爸爸不叫你爸爸买，你爸就不买，是不是？对。然后还要谢谢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们，还有摄影大哥，还有 PA 老师、书画老师，都因为有你们，然后还有制作人跟导播，因为有你们才有这个舞台，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圆自己的梦想。对，很真心的。想要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是，谢谢，恭喜你们啊！对啊，那我们就年度冠军再见喽，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下一季见喽，之后的下一季再见喽，好不好 ？OK， 好。那请2位稍微靠旁边一下。好，我们站旁边一下。佳琪，麦克风给我啊。那上面的人冠军自己上去坐，好，上去踩一下那舞台，小心哦，软软的。佳琪坐上卫冕者宝座。恭喜车拿起那个2014最贵的女皇族的冠军，恭喜！他分数差不多已经大概有小可了解啊，差不多。排名的小可也大概非常的清楚了哈。差不多。排名前面呢，当然希望就好好的保持下去，应该就冇乜问题。排名后波可能就要开用心的位哈。咁我还有回转的机会，逆转胜啊！那边好冲保持好了。来，加这场比赛哈，比赛之前介绍评审几场来。苍永平先生、李秋霞先生、恰奇哥先生、罗英英先生。先生介绍来了。今晡日冇乜个主题。今晡主题主要问他个抽奖。看人运气听听。他个非常了解，有看人节目主题。三台跳。就看出道乜个跳，係啊，看青阳乜个跳，出道幾多跳千好高。你哋送伊幾個出道見出道落山歌嘛？幾時全部都喺落山歌。太悶悶啦嚇，比例上動歌。冇錯。好，嚟馬上進行今日比賽。嚟先有請 TV 參賽朋友來到舞台當中。係羅子琪。你好，一刻嘅分數要同另外一位參賽朋友平分啊，係啊，相差不多啊，冇多啦哈，但是你嗰時有一禮拜歌詞抄唔到嘛嚇，係啊，你幾擺喺歌詞喺冇抄唔到，反而個分數應該會好呢，係就冇問題，搭上啦哈，佢今次我咪變過來，好，三台跳唔卡樣乜個跳？落山歌，落山歌，注意下。
拿一个分你来要摆神，你要拿一个分了，你要摆嘛啥？来，来哟。鼠牛虎兔龙蛇马鸡狗猪狗类似的。中间中间对吗？确定这块？确定。确定哈，我不给你换了。好吧。三个字，好来，冲啊，三个字，好吧？哎，加油哦！来，谈一下哈。三个字。中一爽哦。嘿，有哦，有感觉，有吼，有感觉都好轻松哦。抽听派不错的哈。哎呀，反正有样模样都，哎，都是随缘呐。啊？随缘呐。哦，随缘呐，随缘。哎，有缘无缘。今日讲真来比赛按球的哈。啊，你节目当中。比如讲先生对你的指教啦，我就访问你啊，有冇个记非常深刻的事情吗？有一摆就是唱生日快乐歌。哦。嘿。我过生日嘅拜哈，睇住个老人听唱生日快乐歌。哦。还要再听吗？好啊。我怕下一次你听不到。他每年当年度都在唱的多。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了，做对吗？还有原住民版的吗？原住民的版本哦。原住民版的，你要找刘丽宇来唱。刘丽宇来唱的。咱拜好来讲，个人填唱嘛吼。好啦，安尼唱对了，唐先生的公平吼，来唱高中欣赏。佢家创呀三个字吼，就像阿峰哥讲的，伊。一个心情轻松，冇压力，冇压力，嗰個唱嚟輕鬆啦。後時也好，規下人配合感覺彈到嚟講咧，本人彈到都輕暢快啦。唔過我還是因為佢喺擺還要唱歌嘅啦嚇。我會建議雙期彈佢唱老山歌嘅時節嗬，佢輕音唔可以要按到。溜的安尼上面啦，你都唱三個字的時節吼，就等於講三個有溜啊，唱在面溜嘅啦，要當到呀東西哦，佢可以重新去考慮過啊，思考看啊，每一天要用一隻，係冇人唱到感覺
像嘢夾個錢嘅用以前都用一隻鹽嘛，哦，夾個絲唔係以前用一隻麵嘅咧麵用我也係要用料做嘛，基礎係冇問題哦，為下注意好，但是我講喺擺做的是考慮看啊，係。也個三個創意的，幾天好談，而家嘅聲啦各方面，各位創嚟以後冇問題，加油！哦，打咩做的啦，愛咩做的啦，三個愛哦，三個了，好啦，乖乖，分數先慢看，好嘛？對，最尾讓向下看，係最尾讓的功夫，好嘛？這個下去多拜拜啊！好嘛？繼續拜。好啦，先回座休息，對啦。來，撒下嚟，撒下嚟，秀婷姐姐。好，秀婷姐姐分享嚟都不得當中。聽聽啊，按講給三父親講。對，好有氣質哦。對啊，對啊，住在阿里山上的都這麼有氣質哈。美如水，阿里山的姑娘。阿里山的姑娘。沒有一個漂亮。我差點要接，只有陳金佩最漂亮。陳金佩是那個阿里山的姑娘。好了，我沒有想要回應。好了，你上次模仿陳金佩還真有味道。是不是？我沒有在模仿，我是做自己。我做來這個。秀婷姐，你看講詞了嗎？我大好是冇排斥，我全部懂愛。全部懂愛哦。上台跳入進來哦。哎呀，就冇問題。就看冇把握嘅咧。前難講呢？前難講。好，我前仔講一下，然後平板。平板。哎呦，平板真簡單嘅咧。係啊。哦，對。算係較簡單。看運氣。運氣哈，好。你看你要故作玄虛啊。哦，好嘞。哎呦，你也在點兵點將。沒有點一下。聽一的。中間，好來，主動麻煩了。哎呦！我冇聽過咯。哎呦，真是忘了！你是故意放水嗎，羅哥？掉的不是那一張每個中啊，怎麼？沒。請問那年足條hen呐？哎呀，還需要換嗎？人這兩隻手，哎呀，拿唔到東西啊！係咪？咁啊？冇愛，冇愛，你看到的啦。好啦，三個字啊，三個字，做對啦。好，加油！秀婷姐三個字。
小玲姐小玲姐姐，小玲姐姐，你从来安尼节目比赛过几下摆嘛吼？ 2摆，1摆流行，第4季。哦，流行来比过。第4季哦。我像学上的时首先从流行歌，所以应该是播流行歌。过了看到你种的路线歌从到亲友愚昧吼，所以应该好，我咪来播第9季。哦，第9季，哎呀，第24季嘞，哇，中间隔很久吼。系啊，你也有的事情啊，韩国人民爱的民谣班爱这个歌谣班的吼，歌谣班，爱这个做伴奏，唱到有春乐的有表演，还有聚会，哈，该做的表演那些有选曲，所以都唔系唱到被重复到了出嗰种的。出创的嗰种的日记，所以应该是打断了这种的意念。中间有打断过意念，无想来比啊。是想讲，像日记非常耐，还因为俺也多去年，俺是辞退了他班长的职位，请大家饶了我，本来还是在对，所以呢，我讲好，因为俺平常俺唔想空白。所以呢，我想我哋重新讲，一是我意念。韩国老师呢，按袂讲，所以是本来感觉我了早了早过程的机会，系我学习的时间，所以我是亲友的叫做决心。哦，所以也拜动，所以也比动的事情，也积分数也目前的排名1号。算前半段。对啊。前半段嘅。可以办法根本因为过关嘛，系啊，过关。系啊，你前3名之做来参加年度的比赛啊。比赛嘞。兴趣是好啦。好啦，安尼从头唐先生来讲。唱秋下先生。我希望大家能够加入舞台，将我哋客家文化保育。传承下，要薪火相传。你看，有小朋友按出嚟唱啊，都非常嘅肯定啊。你音质好，唱得好，唔过有几只所在。第3季上爱唱有可能你系会用人嘛，就唔讲嘅。你唱到上，你唱到上是。音拿错。音上音冇做得好，我注意哈。我非常注重咬诗，因为咬诗那么唱，因为本人会误解了其他意思啦，啊，加油！好，谢谢老师，还有唐艺伦不差，对，打了一个强心针，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加油！好，先回座休息，谢谢。好嘞。沙雷是阿妹啊，好，哎呀，目前也排名第1名。第1名啊，目前。系啊，今日好好的创意冇问题。应该冇问题啦。来，抢譬喻啊，来到舞台当中。对你这是年 happy 哈，不是像金光嘛，像要去上镜的感觉。哎呦，真的哎呦，珍珠嘞哈。哎呀，没有贵气呢。对啊，贵气。对，其实它本来就有那种贵气啊。好真的。对，贵泽的气息。我想说，我还要等他的下联怎么还没出？好，最想会出的嘛给平板，新模像嘞。3个字，较讲3个字。来，看一下押韵以后，数以后。反正讲真的，也加分数排名按国竞赛，创乜嘅咩唔怕。随便拉就过了。哎呦。好不好嘛？该不会4关？不用。确定？确定不换？确定？黑马给。坚定的眼神看着我。啊？做得宽一下嘛？哦，你确定不换？考题目要不要？4关啦，4关啦，好，题目讲。平板啊！来，哈，来，唐皮语的平板，给亲拿数位来哈。天下叫伊。
事情以后。哦，譬如呢，有冇意讲一摆比到一下有点像奇幻之旅啊？係啊，因為我之前就會比流行族，誒，然後一擺係就會電視台打電話幫我講，要來比傳統族嘛。係比傳統族誒哦。這種有冇電影會唱傳統歌？因為我之前啲族農嘅比賽有得到第3名。哦，山歌自主嘅第3名。孟達真的是好認真哦，他都會四處去找資料。係啊，多認真。係啊，你看這麼好的聲音，安好嘅表現，安好嘅吹法，你看講冇一啲伯樂來發現係吧？冇發現到就冇咧。係啊，就像自家一種佢啲本夢用嘅。本夢用。就會冇想到自家永遠都奪強，咩冇吃到永遠都冠軍賽。不過你唱得清好咧。係啊。我知道。冇啦。喺上演來講。佢之前來去參加嘅呢流行組嘅時間，所有嘅評審現場全部都講：哎呀，你那鼻音太重。鼻音是不是？唱流行歌曲啊。佢咩有一隻現場嘅，就係鼓勵外公做得來比傳統組。哦。誒，點都唔唱傳統嘅歌曲，安尼帶點鼻腔講。帶點鼻音，用聲音源，係啊。嗯。係啊。適得其所。真的哈，還是有時候都你個聲音適合唱乜嘅過路嘅東西，已經偏好好嘅。係啊。係啊，你看我哋帶下唐禹聰嘅時間，我感覺誒，其實唐禹聰哦，會鳥人嘅感覺，就像我頭擺聽到嘅咪王一健。哦。王一健啊，在啲唱下啲傳統嘅歌，我被鳥到誒，有人有人嘅感覺，你會被吸引。會好好的唐禹聰，好，真的，冇錯，好，可造之材。這個奇幻之旅是你自己的實力得來的，自己創造的，不要覺得不可思議，你辦到了，真的覺得不可思議，沒有啦，不會啦，不會啦，好啦，來，唱對了唐先生的鋼琴，唱恰奇嘅先生，好，吳碧雲小姐今日帶來一個平板啊。拄到遐首歌詞也係我寫的，所以我了解講，我自家當初寫遐首歌嘅，我容易詮釋出來，遐首歌讓我好聽吼。其實在後生人來講，一般唱山歌啊，當然後生人講山較會比一天會比老人家，吼年紀較大嘅人山較好，但是粵語我做唔到佢哋咁講，但是今日遐吳碧雲小姐哦，佢本身除咗音質好以外咧。也個語言也做得相當強，所以在整體來講，佢在咬詩啊、語面啊都處理得相當好。我想啊，迄幾個對遐個山歌，以前人唱流行歌，對遐行出遐個傳統嘅歌曲來，你以為講遐傳統歌曲當時他們你唱就好好去唱，因為也真是講遐傳統歌曲後生嘅也親受，難得講有遐。新一台後生人出來，要對呀，而家成個暗夜時味來推廣嘅發出最前好嚇。當然啦，除咗講佢比你本身唱嘅冇乜問題以外咧，最主要咧以後啊，還有個演出嘅哦，還有演出嘅，競爭力要行一條，自家小可嘅留到愛修飾嘅地方嚇。我想評審先生在前面按到時也要同講清楚，自家一定要注意下，所以在後年準備演出嘅。加油！好，謝謝先生。哦，你準備演出咧？對啊對啊，冇問題啊。冇問題啊。好，叫做畢業呢個錯嘅咯。錯定係都錯嘅咯嚟，拜託。有啊，所以咪唔似錯過。要按快。要按快，對，他家是第一。要按快，然後最唔快，最唔快做我們的周主持人。沒錯啦，主持人就是要缺德。對啊，你知道我主持節目以後真的會覺得，走在路上都有人用石頭打我。真的。好啦，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先可以啦，哈，好的，下來唱林憶健泰歌。好，來舞台當中，唱。兩位主持人好。憶健泰歌應該冇乜嘅強嘅吧？全部都做得。論真講嘅來參加很多擺。
哎，确实落山歌是有效用啦，讲实在。落山歌，唱了讲起唔来。哦，你落嚟嘛？唔可能有个上可能你较槟榔，较低卡嘛。都回来会上。个上声带有无？声带迄较密合的吧？打唔开个气就出来。较控制都较好啊。啊，呀，逼啦啦，气你都飙啊，就是系啊，一开飙起来。哦，对对，有可能是吧？咩有可能？系啦，慢慢学习。好了，可能还没出到落山歌啊。看。有看到哈？第一种哎呀，第一种，哎呀，好听哦。吃只落嚟哈？唔是我呢？奥巴马，唔是啦，唔是啊，哎，有心情，懂有决策力，讲舞台啊，落山歌了啊。你可以叫创的时间，大概你看见现场全部合作，一火一阵哦。系啊。哎呀，唔差啦，反正有摩擦嘅分数。奥巴马，唔是啊，哎，有心情，懂有决策力，讲舞台啊，落山歌了啊。平板。好啦，平板。已經睇過低啦，平板啦，嚟大家啦。唔好按强嘛，啊你比到后尾，你后期嗰个歌词唔全部自家填哦。全部自家写。创山歌创完叫来吼，因为也客家电视台也节目档哦，因为佢每多一集主题都唔同样，所以你会有个冲动去写歌词。动力的，冲动。要不然你爱比睇了，喺外样再讲嘅啊，本来练好撇种嘅歌词，要做出练好，但是我想讲，来写歌詞來唱，寫自己嘅心情，因為必須都獨強，都唔上嚟啊。係啊，寫起來寫出來咩切假呢？係啊，寫起來著作權咩切假？係啊，切假嘅歌詞，切假嘅創作。愛唱啥哪一唱冇上講。對啊對，冇上講。我先頓帶下政府哦。你冇要侵權咧？而家冇上講啦，冇上講啊！同時咁寫歌詞嘅同時啊，廿千多年冇寫啦。唔係，但是寫到好唔好啊？係啊，對嘛？寫歌詞確實講，我寫到好唱哦，也冇人容易。真係哦。所以你寫時間唔會用誒
调整去甲，比如讲要做安尼写，他若要较好创的我样写的时候会先去创看到好创，好创嘛，好创吼，这样写来这样好创，有的词强拗的词哦，就是蛮顺啦。啊，你写词迄写到当好创，几个大阵。哦，长跟我是同好，哦，也仲係好專業啊，係好專業啊，係慢慢改，係慢嘅。有唔係講慢改啦，有是唔是有啦？有啲同事而家對客家有興趣，是會有啦。哦，我都是。我本來條歌唔要寫歌詞啊，係啊，條歌捱把是簽唔寫，捱把乾唱片全部自家寫歌詞。哎呦，厲害！係啊，你冇學到啊？嗲咩戲啦？慢慢的，慢慢的有學啲啲啦。從小耳濡目染咧，你一聽慢慢就會傳到。家學淵源，唱音欣賞。好，今日林太講吼，其實你出到平板啊，我感覺真緊就當幸運啦吼，因為平板嘅表現，我感覺就持住來你唱嘅表現突圍下少。好，因為佢任何到嘛，你做得下表現，你嘅啲韻味啊，吼，然後你嘅表達嘅啲感情咬詞吼，都非常嘅好，比起老山歌來嘅任何少吼，你從起來很下好聽。咁個基本你寫嘅歌詞啊，吼，當如意見。咁個我本意建議就係你嘅第一句吼，6強必須。好，可能在你愛去從你係詩嘅時節，就個撈去上一下吼，可能從必須會下長到。吼，我想除了就是我本意很明顯嘅建議啊，吼，跟其他比如講唔是講變數樣吼，了到樹木上嘅時節吼，你本身你上處下啊吼，了係冇法度嘅事情，唔過了本來上到本來長高中就教過我日則當就鐵世界按到北京去。佢當中呢，就微信上按到周信芳先生哈，佢從你就派別按到棋派麒麟的棋派麒麟譜，係，咁周信上嘅佢本身其實本來相當好，咁個佢嘅生活當辛苦，咁個佢從戲嘅時節，因為生活辛苦變到佢每佢嘅上。天生自然就壓體咧，吼，咁個佢表現嘅唱歌嘅時節，佢做戲嘅時節，佢表現嘅係一種精神。好，所以雖然你上下啊，咁個呢，你才從上個嘅係努力當個，我感覺吼做得去來做點功課看一下吼，其他嘅戲就佢特色嘅位所，做得運用到呢個客家歌曲，我相信也會係呢個特色，嚇本一嘅什麼嘢？其實冇比賽當小有唱嘢嗰種神啊，係啊，獨一無二啊，獨一無二。色情有一米啊！你有都天真無奈唔好啊嘅，唔愛好也特色，特色。而家想講講我唱山歌，其實也人都唔敢唱啦。唔會啦，唔會啦，係啊！你係當到觀眾朋友好唱嘅，你話係排唔落來呢啲呢？哦，係啊，現在邊等我開下哦，先歇下，我哋沙嚟，沙林係楊桂蘭姐姐，上嚟到我哋當中嚇，上嚟同我嚟，主持人好，你好啊，係。平平歸蘭哈，平平歸蘭，林歸蘭、楊歸蘭，傻分不清楚，分得很清楚啊！較強乜嘅？應該嚟講係較強三個字。三個字，哦，來看一下。這邊就處一下，反正都在關牌啊吼。好，來，踢掌那樣。你做得很天呐！奧巴馬？唔是啊，唔是哦，吃接來咧嚇，後天吃接來。吃接啊，後天。唔會班。三個字哦。唔會班啊。係啦。真係唔會班。真嘅。好啦，平板。平板哇！平板做得啦。我使件冇喎。係啊。冇幫佢嚇到。好啦，嚟讀歸蘭字嘅平板。平板。
姐姐，你要按紧张哦。开口创的时间，他感觉你看看现场全部合作，哎呦，一火一阵哦。系啊。啊，哎呀，麻了，反正要抹茶，也分数不能被。哎呀，冲手就好了啦，冲手就好了啦，系啦，对。你看嘛，我知道你双百没空用忘词，唔记得歌词呀。建议你有交换时间係嘛？咩係啊？咩忘詞？哦，你個奇怪，生活當中佢唔係直接唔記得歌詞，懵懂懵西啊。係哦，你一黑到死哦，真勁嘅。係啊，到死啊！人身邊朋友我感覺用那傻大姐啊嘛佢。會哦，特別啲沙琪吼，我做呢時候，自家東西特別就冇帶到。哦。啊，伊個都在去哪？哦，接啊，係咪？接。哦，我同老公講啊，注意啊，老公講唔記得。天配啥準啊？現在最大問題就係特別出門吼，親接啊皮包冇帶到。係啊。啊，其實懂電影下。哎，你在另外一半的心目當中，哎呀，好可愛。沒有，有自家去哦，自家都有冇帶到錢。冇帶到錢，因為大天媽本給老公啊，老公沒調水，真收錢過，真係黑。好啦，來唱高中欣賞。對。從來基本上開始頭一季創了糖多珠以後，真的哈。上也好咧，有咩也有做到啦，吼。但是就糖多講，佢從第一季嘅物件佢講認真，也就求咗佢伊吼，其實冇要緊嘅，你就來創佢伊。人講啊，反正佢幾種認真創案都冇壓遠吼，你就來創認真就會贏。三個人講有咩做獎心莫怕。薪火相傳好名聲，安尼就創幾下創下來啊！你啊，天天嘅人創多嘅就曉得啦，創多就會運用啦哈。我係咧建議哈，你創個檔號，喺呢排有機會過再多啲人創嘅時間吼，我希望創嘅幾下嘅人嘅所有熬試出嘅熬試以外吼，鹽撈鹽嘅個連接吼，冇按團啦，好，比較嚴格嘅喂，安尼幾下糖度吼會較順，較好糖，比人家創嘅會較好糖，人家創唔係冇糖好糖，但是冇按鹽上嘅三個平白嘅都咁樣，我創比較黏嘅，較鹽嘅喂，係。加油！好，謝謝。係啊，進步嘅非常嘅大，非常嘅多。哦，老人咩學到青島啊？係啊，搞到青島好朋友啊！對啊，搞到青島好朋友。正經，原來要搞朋友正經，他就要感情親厚。係啊，好啦，什麼規矩？原來是這。前真非常好哈，一百扎嚟啦哈，來這個親密一筆，好啦。旁親修姐。好了，來到舞台當中。哇，壓軸演出咧，你好，看講出到哪間哈？三個字，基本太喜歡講三個字誒，唔怕嘅，我來吹下，好，看人家數氣好嘛？哎呀，你講，阿媽媽，買翻，買翻。嘿，按眼淚都贏了，花蓮淚都贏，我講一下。係對動好喎。我抽天牌。抽天牌咯，吼，係啊。抽天牌。吼，抽天牌啊。抽天牌。抽天牌。好啦，確定啊。確定。好啦。確定。平板。做什麼？什麼？太簡單咧，好啦，結婚語言啊，嚟，躺一下，平板。
欢欢喜喜冲出来。嘿呀，真的很好哈。嘿呀，知道阿你冇嘞，冇嘞啊，接触接触哈。讲真的哈，来对呀哈。你听讲就讲哈，你3年的朋友啊。哦，當時嚟到也講話，我今年6強嘅你嗬，人家有限定係啊，係啊，要先定一下，奇怪誒。我哋完全冇面到講，我做得今年6強，係啊，因為我當初來比賽的時間，我是為2條山歌子來平板，是放2條出來嘅。都咁來闊㗎，係啊，啊都來到遐，我就感覺講，哦，來到遐有欣賞的指導。因為來到遐比嘅吼，都我當認真通欣賞每一集片兒吼，都當認真吸收起來。所以吼來到遐，我都知道講，誒，因創因有信心，因創有下進步誒。我當神夢平生欣賞，真的什麼不藏私的。韓國講當希望誒你花蓮嘅朋友吼多來參加，就像那樣誒來到遐吼，只因進步誒，漢白大家都強下來，係咪一天要陪到來？真的嗎？真的。不管屬實也無屬實哦。組團來呀，了呀。佢有請到我吼，請我講。來呀，俾我一天要來。哇，真的很有心。但他還不會大牙天花哦。你也暗行，推橋嗰個。推廣客家山歌。哦。咩當神夢主辦單位啊，本來呢個機會來呢個合唱山歌。好事情。真嘅，當神夢。神夢哈，感謝姐姐，欣賞啦哈，所以按唱嘅，感謝，你唱下欣賞，欣賞，公平下，好唔好？唱歌嘅另外個音就要準啊，重音nhọm mà, tại vì ở vườn họ anh điไป參賽咧就6強，能夠經驗咧6強，實在不簡單啊。講老實話，碰到肯定嚇，所以今日到咧6強嚟嚇，簽售價是可惜，聽一機聽四機，來相逢，猜其中唔一撲嘅，唔突破。我可能自己冇注意到，我哋要行到天步行。你做唔定自己想要投幾多票就投幾多票，嚇！你一路比賽以來，你真嘅有進步。以前總係邊個演，你講唱歌嘅唔係講啊邊個講出嚟，你老願意唱出嚟嘛？嚇！你有咧，你要唱出嚟，你要進步，然後肯定，但是你記得嚇，拍嘅非常重要，好嘛？喺下回還有機會繼續加油！好，先專業當中抽啦，好嘛？抽了先神經樣板哈。好，來回做休息。好，你唱得了，分數出來了喲。俺就先將欣賞先統計一下，都在等下情況樣板。好，來休息啊。會啊！唔聽我咩講唔會？會啊！今日到底樣板的情況，到底滿意我抽上裡面再報位？唔知咧，唔知哦。公布一下，先來公布第6名，總分559分，用回來。好，平均嘅分數係88分，雙幾禮拜嘅成績471分，所以總分改了559分，第6名。第6名，下來第5名，總分560分，龐清修。好，之前嘅分數467分，下禮拜93分，所以加起來560分，恭喜佢得到第5名。下來係第4名，總分568分，羅志祥。好，之前嘅分數473分，下禮拜95分，總分改到568分，恭喜得到第4名。第4名，2、3位吼，456名吼，也厲害啦！講真咧，係啊，6強當中吼，很多人嘅比到6強。係啊吼，安尼麼？搶3位哈，先搶死的企到喺旁邊。
恭喜哈！嘿，恭喜三位。安尼出到3位，下来会公布。那个是波顿亚嘅名次抢行前。行前来哈。好。下来嘿，第3名总分569分，刘秀婷，恭喜！之前的分数474分，亚礼拜95分，总分改到569分。恭喜！永远得到第3名。哇，下来就第1名了，第1名了。系啊，直接公布第1名了。先播第1名。好，下来第1名，24季嘅冠军系总分577分，吴碧云，恭喜！你之前的分数是481分，亚礼拜96分，所以加起来577分。好，第2名的林怡琴，之前的分数476分，亚礼拜94分，所以总分改到570分。恭喜3位！恭喜啊！哎，呀哈，咱就抢安尼。抢那个欣赏哦。好了，先颁发第3名。第3名的那个季军抢车去的欣赏，恭喜小婷姐姐，恭喜！继续加油！下来抢那个秋夏欣赏，但第2名哦，亚军本来那个李林太哥，恭喜恭喜！最尾是那个第1名碧云抢高中欣赏，恭喜碧云，恭喜！哎呦，慢慢的你们总结。哎，总结最重要的来咯，抢罗英欣赏，哎，拿好，拿不有哦，拿好来，哎，好，安尼第3名，哎，恭喜恭喜！他家低了哈，哎呀，那先请第3名的安尼小婷子来先讲一下，哎呀，讲一下感言。基本日来新闻台一家吼，人个安尼上下咧，人个鼓励，最新闻的咧安尼个欣赏吼，机会欣赏，本个青岛介绍各种的进行个支持本个活动吼，啊从来人用笔记写下来，吼，人个本个学个青岛的善果，本个安尼客家呢一个了创新了种的客家的各种的几下个国曲文化，国曲文化，好，新闻大家，新闻爱不害人，好爱声音啊，节目里头对大家从平安安来照顾，嘿，新闻大家，所有工作人员，还有乐队老师，所有工作人员，他们安热心对态度，你都本有动温馨的感觉，所以你都不可能，不可写动感动，不管用拜马事情就对你父母安好，非常的感谢新闻大家。安子姐，恭喜恭喜，什么什么，恭喜，阿三来抢，已经开过。首先咱就新闻也都平常心讲吼，我爱到自嘲，吼，也制作单位也真用心，我确实讲我无想到我根本就拿落来奖杯啦，吼，其实几道创业成果啊，也发动到精神医学，因为我必须比披萨发更较大的精神医学，因为我想无吼，所以我要靠日成果来创到嘅软脚啦，各方面，我创到较好，这样有法度拿到也奖。所以讲我也之前我像我也希望我把头嘅把就教我就创成果，我也变伊头我动到创嘅东西，我伊那喐出来，那整出来，创其实我来也老是讲。上爱创果文太家堂的是啦，一名字对来讲，种哎呀，用喺上人来讲，我拿奖也无容易啊。所以名字无重要，无重要，奖金也无重要呀。奖品也无不慢呀。因为啊，创果东西是讲你也拜爱创很多也外来提示拜，爱去拜政府奖培训是两种，就话是两种。二月高撞楼罗燕先生，伊都动到指頭，可能有那位人他唔該用係，因在因來修正，所以講也對因也成個會動態幫助。安子謝，要對人感想就做啦，錢重要都種的電影爸爸面子，要柔軟，唔會，恭喜，沙倫很厲害哦，寫阿妹第1名，不可思議啊！對，你的奇幻旅程很繼續下去誒，係啊，第1名。首先我先感謝農業大旅台本嘅一隻機會，就是大天馬本愛講我來比傳統節目，以神夢記到，然後再來神夢
主持人评审欣赏，还有小康老师跟乐团，然后还有什么公众演员，就东山忙咩动认真的，就会想欣赏我动认真的搞。就会教我，然后再然后就会感谢所有教过我的先生，然后再来就会感谢支持我的人，还有我的就是爸爸妈妈，就会大概就会平安，就会对我两压两天，然后再送来最爱，然后再最去好教，然后很友好，然后什么大家，我基本上拿到一只。冠军，我要认真3万个冲下去，什么大家？好，继续加油！冇错，因为也3号嚟做精英演出嘅冠军比赛，所以3批要准备好些来，哦，好嘛？继续加油下去。第3批呢，哦，唔怕，也不要气馁，好不好？再个转来。好，再个我们年度比赛要下一季再过来变了，好不好？冇问题。谢谢你们，谢谢。好，是么？哎呀，恭喜你，好，呀，按住抢啊呢，冠军得主。初松报名啊！恭喜吴天云得到2014季的冠军。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啊，真的，有等于赢，有等于输，唔怕。比赛就样样啊，唔怕。还做得过转来啊！按多万人比赛，这精英都6强，嘿，真的已经是不得了了，不得了，对不对？哦，恭喜！哦，前3名的朋友，莫过唔怕，下一继续再来打拼，继续加油。係啊，好衝嗰個人很多多，夾他天花來哦，人叫6667人，人還有傳真天花人22778131。哎呦，破起來很厲害啊！幾多拜當然破起來，夾打電話來，夾打電話來哦。係啊，咁樣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而家你係咪多謝？辛苦評審先生，謝謝，辛苦嘞！哇，恭喜大家！恭喜前3名哈，还有年度赛哦，什么小康老師還有個崔先生，辛苦嘞！係啊，好，下個禮拜就會全新的年度都有比賽哦，年度賽哦，每天都準時出來呢，鬧熱大擂台，鬧熱共下來，再見，拜拜。